好，时间到，咱请做伙来祈祷。请通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会当透过网络来组织，阮会伫遮也特别同心来恳求主你的怜悯恩典，来喜乐伫阮的中间。阮看见一人，因为感染着即个武汉肺炎，伫厝内咧休息，伫接受治疗，甚至阮所知影嘛有人失去因的性命，恳求主你的恩典，来甲因三甲地地，无论是破病或者是亲人离开，你的圣神的安慰、医治，拢甲因三甲地地。也阮恳求你的圣神，只是甲阮三甲地地，想使你互阮有你的智慧眼光，会当透过约拿书的教导，阮来看见你所要提醒阮的代志。阮即时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阿免。好，今仔日要对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看到第六节其实第一章大概是到16节，即个部分算是拢算一个段落啦但是呢，因为遮有一寡较重要的部分，我较会用单字我互咱的即个资料内底大概咱小可有看着就是讲我会较斟酌伫遐解说着讲伊迄个意思是啥物货，所以我基本上就是用即个较少的即个节数来甲逐个三个分享第一章拢总有17节到第一节到第16节一个段落，17节是甲后壁第二章接做伙咧讲着鱼仔巴肚的代志安尼所以今仔日咱用较短，用第一节到第六节三个来分享即个中间当然咧形容着上帝安怎呼召约拿要去到伫尼尼微城，这是咱前礼拜伫即个概论的中间有讲着伫即个第二章来讲，伊是一个上帝呼召伊是行伫陆路顶悬要去到伫东北边东北边，就是即个即马伊拉克的所在，就是提比利斯和即个咱咧讲诶亚述帝国，也是讲咱所了解大概巴比伦地区亚述伫迄个区域两河流域遐一个真重要诶城市，真大诶城市，遐诶人基本上是毋捌上帝，但是上帝却差遣伊诶仆人先知约拿，要去甲因传一个悔改诶福音当然，伫旧约讲福音较怪啦因为福音还无即个旧约还无福音诶观念啦但是就是讲互因一个悔改诶信息我大概甲即个经文小可读者上主对阿米太诶囝约拿讲：你去尼尼微迄个大城，出声警戒因，因为因诶邪恶我有看着。毋过约拿想要走去他施，闪避上主，伊落去约帕，拄着一只船要去他施，就纳船费，坐伫迄只船甲人去他施，闪避上主。毋过上主互海起大风，风影真大，船强要破去，船员真惊，逐个人哀求家己的性命，佮将船内的货物ฮ็落海，互船较轻。毋过约拿已经落去伫船倒底，困甲真落眠。船长惊活去，甲约拿讲：你遐尼好困，起来求你的神，伊检采会甲咱保庇，互咱免死大概今仔日要甲咱分享到即段啦伫即内底，咱有几个字爱去注意的，比如讲第二节，
去二二面城迄个大城，吼，迄个大城，即个底，即个字出现几若摆，吼，伫即段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中间，吼，咱会当看两个真清楚，讲着即个，就是即个大城，甲上帝祸海起大风，即个大，吼，其原文拢共一字啦，吼，即个大是咧形容是大到无通个大诶，迄个意思，吼。好，咱就直接来讲内底啦，吼，内容吼。伫概论中间咱已经讲着，就是讲伊即个约拿书诶背景，吼，即个时代背景就是伫以色列人受掠归回，吼，因去互巴比伦掠去，巴比伦佫去互亚述拍败，伊伫去互统治，住伫咧外邦，了后因归回了后，因就开始产生一个政治文化。即个政治文化就是讲真强烈来排斥非以色列人，吼因嘛特别针对以色列人甲外族通婚的代志，因会更较无法度接受，吼，更较无法度接受。我毋知咱有迄种迄个记忆，还是讲捌听过迄个故事，就讲早前台湾人去移民去国外。基本上拢会搁倒转来台湾退役的囡仔安那相亲，哦，找台湾人结婚安尼吼。即个情形造成咱咧讲约拿书的背景嘛，约拿书是较严重啦吼。不过有小可像亚伯拉罕为着以撒要娶某的时阵，嘛倒转去伊的故乡去找，吼。大概伫移民的中间，特别是较早期，即种的情形不离济吼。就是讲，台湾人应该爱甲台湾人嫁娶，以色列人感觉讲，阮就是爱甲以色列人有嫁娶，要甲其他的族群嫁娶，就会感觉安尼硬硬硬硬吼。但是现代差不多伫台美的社群，我所知的真济东港的囡仔。差不多因诶另外一半吼，若毋是白人，就日本人，有迄个韩国人，甚至嘛有迄种讲西班牙语诶吼。伫即个时代，就已经较无遐尼严格要求，但是对伫迄个以色列人，因受掠、受困住这70几冬了后，因确实对因诶迄个族群诶认同是非常诶强烈，强烈到一个程度，就是讲，除了以色列，无佫有别人大概是安尼啦吼。所以因甚至歹到一个程度，也强迫遐个甲外族通婚诶人，着安那爱离婚吼，爱离婚安尼吼。因为着即种所谓诶政治文化，却违反着上帝意思，对无？上帝互人即个婚姻是无爱人甲伊分离吼，伊却是用迄个政治诶文化悬过上帝迄个架势吼。这是伫迄个时代来讲，时代诶悲剧吼，嘛是安尼啦吼。就是讲咱大概了解因迄个当时时诶背景诶时阵，咱来去了解约拿伊为虾米会违背上帝诶旨意，这有伊真重要诶原因啦吼。所以以色列诶族群即种主流思想非常非常诶强烈吼。伫即个所在，牧师讲着用4个字来形容吼，叫做主流诶思想啦吼。我要安尼讲诶原因，就是讲，其实无有一个民族诶血统是纯正诶，无有一个即个咱咧讲诶血统是拢无去人插着吼，拢无拢无。但是就是因为即个因受掠归回了后，即阵人因做一个主流诶民族，所以因就感觉讲，阮
这群人就是代表以色列人。这群人以外，无论你是毋是以色列的后代啦，以东的后代，啥物伊拢无要插，伊就是阮这群人，这是以色列人，其他的伊拢称因做外邦人。这是一个用一个较自我的角度在看所以大家咱爱了解圣经的迄个背景，也是讲，其实伫人类的历史的中间，时常发生即种问题咱比如讲咱台湾的历史中间嘛是安尼啦就是讲这所有的本地人人数愈侪了，咱会感觉讲咱才是台湾的主人咱对伫新住民有一段时间，咱嘛无法度身份概括来接受当然，即几冬有改变，咱对即个咱咧讲的移工，咱对一个偌一个新娘的看法等等，咱都有一寡改变。但是过去迄种较传统的家庭中间，咱的想法做法，不哩先容纳时代遐以色列人因的做法啦所以咱会当伫即个背景来看见讲就算是以色列先知伊虽然知影讲上帝要叫伊做这，但是伊无爱伊嘛是安尼来离开上帝要叫伊行的方向。所以约拿书是借着耶和华上帝呼召先知约拿去尼尼微城传达即个悔改的信息来传达上帝是伫即个世界上来掌权，也是咱搁较讲的讲，较清楚讲，上帝对世界听是无有差别的。这基本上是约拿书所要传达的代志的信息啦咱用马太福音第5章44节到45节的经文来讲，毋过我甲恁讲，恁着听你的对着替迫害恁的祈祷，安尼恁才会当成做恁天父的囝儿，因为伊互日头出来嘛，照好人嘛，照歹人嘛，着互义人甲不义的人这是耶稣所咧讲的。所以约拿书基本上嘛是咧传达即个上帝的听即个部分咱嘛看见伫摩西所颁布的10条诫中间，特别是第四诫第四诫，你要讲着真清楚出埃及20章咧讲着守安息日伫这中间咧讲着爱守安息日，是因为上帝已经施了恩典互伊。伫即个所在，咱所看到讲你的囝、查某囝、萝卜、女婢、精生以及寄卡的特别讲到这个寄卡的这叫做外人就非以色列民族虽然以色列人去互欺负过，但是点仔转来的时阵，守安息日的诫命是咧纪念上帝的恩典。出来及记20章是咧纪念上帝安那创造。但是咱若准看迄个申命记即个10条诫，伊所讲的是啥？纪念上帝带因出埃及的恩典。那安尼时阵，伫约拿的时代，以色列人应该爱纪念上帝带因归回，所以伊就爱互人安息，包括外面的人。这是因伫当初时所无看见的代志。伫即个经文的第9节的中间有讲到迄个客旅啦我先甲即个列出来，因为即个甲咱头前要讲的有关系即个就是咱拄则所咧讲，迄出来及记即个守安息日所咧讲，即阵的人啦毋但互家己得到安息尔，嘛特别爱互咱讲生分的人，甲你无关的人嘛得到安息这是伫诫命中间所咧甲咱讲。
申命记第10章第18节、19节讲到为着孤儿寡妇生冤，佮请出外人过来吼，即讲即个字吼。伫摩西的律法中间讲真侪摆，吼，着请出外人，才着3摆你看吼。所以伫摩西的诫命中间，其实是足清楚，上帝是听遐个寄卡的遐个出外的人。所以伊嘛是安尼咧强调吼，伫即个概念中间，但是约拿书是安尼信息，但是约拿所做的说无啥共款啦吼。即咱后壁面会去讲着，特别是第三章、第4章的时阵，足精彩吼，就是约拿甲上帝伫遐咧辩论的这内容吼。以色列上尊重的摩西所颁布的，咱拄则讲着吼，就是爱守这个诫命，互人得到安息，互人得到安息。咱甲即个1节到6节，佫分做2段吼。第一段就是约拿领受呼召，甲伊的违抗，就是第1节到第3节。第4节开始，就是咧形容讲，当伊坐伫船顶的时阵，所拄着的代志吼。即个时阵就是咱讲的上帝咧出手啦吼。头前是上帝出嘴呼召约拿，约拿行动离开上帝，过来当伊坐上船了后，上帝家己就出面伫即个所在来阻挡约拿头前来行。好，伫圣经所甲咱讲诶，即个经文内底，咧讲着上帝呼召即个约拿来去伫即个尼尼微城。圣经甲咱讲，遮个人因所犯的罪真严重。即个大城因所犯的罪嘛真严重吼。然后上帝叫约拿去传即个悔改的信息，望因会通来悔改。请咱会记，上帝咧讲着，提醒着讲迄个刑罚无拄拄讲真正上帝真正要刑罚，只不过是讲咱若准无借着即个机会来悔改的时阵，来倒转来伫上帝面头前的时阵，有可能咱所拄着家己拄着遮个代志，咱就爱家己来承担啦吼，家己爱去面对吼。好，经文甲咱讲着上帝呼召阿米太的囝约拿，然后上帝佫甲讲，你去尼尼微城迄个大城吼，尼尼微迄个大城，出声警戒因，因为因的邪恶我有看到。毋过约拿想要走去他西闪避上主伊落去约帕，拄着一只船要去他西，就纳船费坐伫迄只船甲人去他西闪避上主。好咱前礼拜有讲着，阿米太是一个犹太人的祭司祭司的囝约拿照犹太的传统来讲祭司也是先知的囝，伊就是做祭司先知的职务吼。那伊伫即个所在，上帝爱伊去做先知，去传达即个悔改的信息真趣味的是，咱前礼拜有讲着讲，约拿的名是钱吼，咱今仔日会搁看经文伫即个所在吼。伊的老爸阿米太意思是真实的，也是忠心的、稳固的。伊阁是钱迄个钱一方面是代表以色列民族伫咱咧讲的宪制角度来看，钱是咧代表耶稣，也是讲一个宪制的心吼。所以咱看见伫即个所在，约拿的即个字，甲何西阿书11章11节，伫遮咧讲着，讲遮个昏鸟是共一个义军共一个义军即个昏鸟对亚述赶来，我要互因住伫家己的厝。即个就是咧讲着，咱咧讲因的背景，约拿书的背景，就是因对受掠的国家去互上帝带倒转来。即个昏鸟咧讲啥？咧讲以色列人即个分教是咧讲以色列人
就是甲用那共款啦，吼。规回遮诶人爱做诶代志是虾米货吼？咱去看到迄经文所咧讲，伫即个所在咧介绍加德希夫人阿比泰诶囝即个咱前礼拜有讲着伫圣经内底唯一出现其他诶所在所讲着约纳即个人，所以咱知影约纳是以色列人，佫是伫约书亚时代就分封有土地伫迄个所在，然后伊佫做先知，先知诶囝伊领受上帝诶呼召。那安尼照因老爸阿比泰意思是一个中心的一个信息的，伊个是代表以色列是一个献祭一个上帝所救赎的对象，照讲伊应该做清楚，当上帝吩咐伊就爱去照上帝的话来行来讲，可惜真可惜，伊就是离开伊就是离开列王下卷17章13节讲，上主捌差遣众先知甲先见，警戒以色列人甲犹大着离开恁的歹行为，接受我的诫命甲规律，着遵守我全部的律法，就是我命令恁的列祖通过仆人众先知来传互恁的。所以先知的职务就是要传上帝话，互人去听。以弗所书第1章第1节讲，上帝伫古早有通过伊的众先知真侪遍，用真侪方式对咱的祖先讲话。这就是咧解说讲先知的职务啦，所以，佮倒转来讲，伊的老爸是信息是中心，但是伊做出来却是真大的无共款好。咱伫前礼拜也有讲到尼尼微城是伫耶路撒冷，大概是东北边的所在，是一个咱讲的陆路啦陆路底格里斯河的上游是一个首都，真强盛、真有发展的一个国家尼尼微城就是伫这个所在这条叫做提格里斯河提格里斯河上帝爱伊行即个方向来，就是爱来到即个所在当然对伊来讲，这是一个外邦这是外邦迄个所在伫即卖伊拉克的国家内底伊拉克伫遮，这拢是伊拉克即卖伊拉克OK 咱来看着即个所在遮OK。大概咱若看到这个地图会较清楚，咱知影伊咧讲的背景到底伫倒位伊是一个真当作是真有发展，咱知影伊是首都真发展的一个所在嘛介大的城介大的城伊阁有河流伫即个中间伫遮嘛，咱知影讲。过去一个军权真大的国家，伊人民也是皇帝，因的生活都拢较会有问题当然，咱知影是照圣经甲咱讲，伊就是真有犯罪的情形安尼好这大概前礼拜互咱看，因为真发展真文明的一个国家好。咱开始进入伫这圣经的经节来讲上帝爱伊出声警戒伊，伫这个出声这个字呢其实毋是亲像我即马咧讲的即种出声。这个出声呢，伫圣经的意思是讲，你要用话的啦，啥那用话的？因为爱较大声无因就无听着啦因会听无安尼这是圣经原来意思原来意思我倒转来所以伫圣经你若看迄个英语有当时共即个字会写讲 cry out， 就是讲你爱足大声去讲啦，敢若咧哭安尼低哭安尼遮尔大声的一个讲话方式像咱即摆讲用风上头用麦克风来去讲话安尼是咧
这表达出讲上帝对伫遮个人的犯罪是非常注重，所以伊爱即个约纳真用力去伫即个所在来传上帝悔改的信息。意思是讲，即个信息爱真清楚传达互遮人听会着啦，吼，这是真重要。上帝伫即个所在甲约纳所讲的话，因为因的歹，因的邪恶，上帝有看到。咱即马要来思考几项代志，就是讲，因的歹，咱会当想象吼，就是讲一个文明足发展的古早的国家所发展出来的即个城市的文化真有可能无介好势，无毋对。但是呢，为什么一个外邦的国家上帝会去看到因第一个，上帝看到外邦的歹，过来上帝会叫约纳先知，咱先莫讲约纳，会叫先知去甲因传达悔改的信息。为什么？为什么？这到底是咧传达什么话？有真侪人咧讲到基督徒、基督信仰是对伫即个初代教会了后，才有外邦的福音。特别是保罗是当做一个外邦福音的一个使者，这无毋对，但是无照对事实上，伫旧约有侪摆提到着外邦人嘛是上帝所旨意的。我时常咧讲亚伯拉罕受呼召的时阵，伊本身就是一个外邦人。佮伊受呼召的时阵，上帝佮来讲，你要得到大福，嘛要因为你互别人得到福气。迄个别人佮较是外邦。伫出埃及，咱来看12章、13章，你若注意去看时，你会看到讲，迄60万人中间有其中有一寡人是安那，其他的族群的人。毋是干那以色列人遮的主流民族会当得救，这是犹太人一直犯的一个足大、足严重的问题。伫约纳这个所在，其实嘛是安尼，所以伫这个上帝呼召中间，其实已经传达真清楚啊。尼尼微城是一个外邦的大城，是一个外邦的首都，因犯罪，上帝看到，不但上帝看到。佮找先知去传悔改的信息，这就是咱对信仰的角度看到转来，这叫啥？外邦的福音，这真清楚所以咱会知讲，连外邦犯罪上帝拢有看到啦我用诗篇59篇这个所在讲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紧起来处罚对着你的列邦，以色列的上帝毋通饶赦所有奸诈的歹人。好，上帝的权柄毋是干那伫迄个以色列的族群中间，所以伫强调这项代志，就是讲，伫更较后壁的部分，咱会看到约纳所讲一句话非常重要。伊讲：我所相信的上帝是管陆地，嘛管大海。对伊的观念内底有一寡问题所以伫迄个后壁，咱后礼拜去讲着这个部分。好，毋过约纳伊要去倒位伊想要逃走，伊起来，去安那？去要去他施伊毋是要去上帝叫伊去的所在约纳却起来，上帝呼召伊，伊起来照讲是应该亲像浪子的故事。伊去感受到上帝甲伊讲，你的老爸遐个仆人过了真好，伊就决志起来，倒转去但是约纳却是相反约纳徛伫的是，伫这个所在，约纳基本上是大囝的身份，所以伊无要听上帝的话，伊起来是要甲上帝爱伊行的路安那颠倒行颠倒行这是咱要读约拿书所看到的一寡问题啦
对中文的翻译会通看到伊迄个原来迄个行动吼，讲上帝呼召他，他若是约拿就起来啊。伊原来的经文无有即种却却啊，有诶中文的翻译甲即个约拿却走向不一样的地方，也是讲安尼，伊咧形容伊即个毋是一个足正面诶，毋是一个足积极诶一个应该爱有诶反应吼。好，咱知影约帕伫倒位呢？约帕就是伫即个挖地中海较南边，伫即个叙利亚即个土地较南边即个所在，巴基斯坦即个所在啊。经文甲咱讲，落去约帕，即个落去有地理上诶意思。咱若准讲，像讲要去南部，咱会讲安怎？落南。咱会讲上北，这是地理地理。另外，对一个信仰诶顶悬诶角度来看，就是一个信仰落去咱会当对亚伯拉罕第一届去到伫即个迦南地了后，去拄着饥荒，圣经讲伊就落去埃及，共款就咧讲这，当伊家己大主大义落去诶时阵，亚伯拉罕就伊诶性命就出问题啊，对无？伊去埃及做啥物代志？欺骗埃及的法老王，讲迄个伊的水某是伊的小妹，当然伊是伊的小妹啦吼，但是伊无讲伊是伊的太太，所以差一点互即个法老王得罪上帝吼。所以咱会当看着讲伊嘛有伊的信用性命即种往下沉沦的问题，即个所在嘛咧讲着用呐，伊嘛是安尼，因为伊离开上帝，所以伊就是往下走。即个咱会当咱咧讲对字面去解说，另外一个是对艺术顶悬去了解去了解。咱就即拄则已经牧师已经讲着亚伯拉罕受呼召了去到迦南地伊拄着遐饥荒，伊就继续行，就落去落去。伊拄着饥荒落去埃及所以伊就就得罪上帝啦得罪上帝，架骹伫迄个所在。原文即个字嘛翻译做退落的意思就是讲一个人的信用出问题稍等下，我这个画面用一下，歹势，我这画面有一点点问题，恁看袂到，但是我这有物件插咧稍等下，我看卖啊咧。我重新分享一下是咧，把物件插掉。好，OK 好。咱看到约拿约拿就对伊行去受呼召所在，落来伫约帕遮，这是一个真大的港口真大的港口应该是讲大概是以色列人伫使用的港口真大的一个加沙佫有一个啦但是伫约帕算是较近的，所以伊伫即个所在，伊就落来伫遮来坐船真有可能啦伫当初时要去伫意大利还是西班牙的船，大部分是对遮来出发，所以伊就来伫即个所在照圣经的字来看，咱知影伊毋是计划性的，我要去倒位旅游，就是因为上帝呼召伊伊心内袂爽快，所以伊无要听上帝的话，伊就随意的走去约帕上帝叫伊上北，伊就调工行倒边。这咱甲咱咧讲的青少年足共的是讲这个反叛时期你若讲歹，伊就骹仔尾；你若讲这个行倒边，伊就骹仔尾甲你行正边基本上约拿就是安尼啦伊就是去到这个约帕了后要坐船看着拄好有一只船要走去塔西，
所以伊就坐船要去塔西。这塔西是伫地中海的一个城市，但是咱知影伫地中海的这个城市塔西是现代的西班牙。伫现代西班牙来讲，就是上帝要叫伊行的路，伊完全的相反。上帝爱伊行遮，伊就无爱，伊就偏偏无爱，伊上帝，伊就行即边遮吼。咱搁来看者吼，上帝叫伊行绿色的所在，伊就行红色的所在。好，互咱想一个问题，迄个约拿有去到西班牙无？塔西无？照讲是无啦吼，半路就转来啊吼。我这是用 Google Map 用的吼，即马看起来迄个距离安尼吼，几若倍长，伊就调工要离上帝远就对啊啦吼，无爱听上帝的话安尼吼。好，这是人画出来吼。好，来，所以约拿选择甲上帝所呼召伊行的即个路吼，行颠倒边相反啦，超过伊行相反，伊就是无爱互上帝去找着伊吼。咱会记哦，超工无爱互上帝去找着伊哦吼，相反的路，伊最主要圣经甲咱讲，伊的目的，伊要去约帕，要去塔西，目的是要来闪避上帝。要避起来就对啦，吼，要避起来。我用诗篇139篇第7节就讲，这是大笔讲的吼，我去倒位才会当闪避你吼，要行到倒位才会当得闪你吼。所以咱知影吼，约拿就是即个大笔的诗篇读了无清楚，我认为伊若读清楚，伊就袂去得闪嘛吼，伊就知影讲伊去到倒位吼，上帝拢伫遐啦吼。所以这真重要，就是咧讲到约拿伊坐船要去较塔西，可能是一个真随机的行程。去拄着一只船拄好要去，好，伊就钱立的就要去吼，无法度安排啦吼。好，这个撒母耳上卷21章第8节到第10节的中间，咧讲到大卫去互扫罗王安尼追杀，伊嘛是安尼。临时临夜就起来甲因逃走，最主要就是要来闪避即个扫罗的追杀，共款。当然上帝毋是要追杀约拿，但是上帝要叫伊去做伊无想要做的代志，所以伫遐来闪避伊想要互上帝耶和华上帝找伊找袂着，所以伊就买船票坐船。对约帕坐水路去塔西，就是现在的西班牙。但是伫路中就起大风。咱注意甲看吼，开始经文开始咧形容的时阵，就会甲咱讲到上帝在掌权做一寡代志，就起大风。这个大风起来了，海涌就安尼，互这个船圣经甲咱记载讲，这个船是咧用要破去用要破去甲逐个拢无法度的时阵，约拿讲恁遮甲我等落去好第4节开始毋过上帝互海起大风，风涌真大，船强要破去。船员真惊，逐个人哀求家己的性命，佮将船内的货物ฮ็落海，互船较轻。毋过约拿已经落去，船倒底，困甲真落眠。船长惊换气，甲约拿讲：你若较好困，起来求救你的性命，伊检采会甲咱保庇，互咱免死所以第4节甲第6节好。毋过即个字原文无即个字啦但是有一个连接词伫遮就是讲意思讲，上帝虽然叫伊安尼行伊就要逃走，要去甲西班牙毋过上帝应该是讲，毋过上帝无允准伊啦所以伫即个所在会看着讲有迄个整个故事的转折伊想要走，伊用家己的方法。伊用家己的钱伊嘛坐去船顶
看起来足顺利诶。但是当船开出去了后，伊无拍算，伊会拄着即种代志。咱先莫讲上帝出手，就是讲伫地中海有一个区域啊，大概伫冬天咧吹北风诶时阵，拢会出一个咱咧讲真大诶风，互船无法度往前来行。我踮伊会讲着保罗诶代志吼，我互咱诶资料内底无写，我更新了，我佫传上新诶互咱吼。好，咱来看吼，上主互海上起大风，上主互海上起大风，这嘛是忽然发生诶，因为伊毋知影。即中间有讲即个雨，是一个外力诶介入，毋是自然诶，咱知影伫行船诶人上惊，就是拄着即个忽然间出来诶即个大暴风，安尼互因诶船真无法度好。拄则有甲咱讲着，即个大真重要，即个大真重要。伫约拿书内底出现几若摆，迄个大城，因诶做真大，即个风真大，即个大伫希伯来文来讲，即甲岛是足大足大，大甲袂得大即个大啦诶所以咧讲着即个风是真大，即摆来咱讲着即个风诶大，一个形容词很大，咱来讲着风，到底风是啥物货？风伫今仔日咱所读诶经文内底，即个就是希伯来文头起先上帝创造亚当，分迄口气，共迄个字。所以即个风咧代表啥物人？即个风咧代表上帝本身。上帝本身，上帝诶神来攻击、阻挡，无要听话用呐。这值得咱思考啦，就是讲，咱有当时要用家己诶手段方法去做这样代志时阵，上帝会来甲咱阻挡。比如讲，保罗伊要去第二摆宣教旅游诶时阵，伊想要去顺第一摆伊行过诶教会，设立诶教会，伊较省嘛，但是圣神不准所以圣神有阻挡即个咱看见伫迄个摩西甲即个以色列人要过红海诶时阵，出现一项代志。当摩西将伊诶管影伸出去伫即个红海诶时阵，伊讲就有大诶东风，即个共款迄个大，嘛是拄则咱讲诶甲倒东风，嘛是咧讲着如上帝诶风，也是讲上帝真大，互即个风大甲会当甲海水吹散陆地流出来，互伊周边成做大地大诶土地，互以色列人会当行过去所以伫遮咧表达上帝诶能力、上帝诶神甲上帝本身咧阻止用呐。好，就起大风，使徒行传27章14节到20节，保罗互人要去罗马的路中伫即个所在即个我有互咱即个经文伫地中海拄着大风，无偌久时大风对岛顶悬强落来，迄个名风的名叫做尤拉吉罗，有历史记载即个风的存在。好，咱亲像咱台湾即摆若拄着风台，迄风台拢有名伫咧伫即个所在。所以伊诶迄个船就无法度抵挡即个风就去互风甲吹去伫即个所在。海中即个风的风影，好若亲像加利亚风的大风，所以这基本上是足大加利亚的一种风安尼所以大甲无法度个大去船也无法度行，甚至去互风甲拆离去安尼咱倒转来思考伫圣经的中间有几摆讲着海
甚至有讲到船，也是讲到大水吼。创世纪第一章，上帝咧创造的时阵，伊就讲到即个宇宙即个世界有深渊有水，哦，所以上帝就甲即个水分开，有顶悬的水，有下骹的水，吼，有迄个深渊，吼。伫创世纪第6章、第9章，咱拢知影挪亚的大船，即个大水事件，吼，大水的事件，吼，咱知影讲，咱讲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对无？伫这个所在嘛是共款啊，啊，风会当帮助船来行，嘛会当阻挡船，吼。伫这个所在，水、船甲风有一寡有连带的关系啊，咱会当伫遐来思考吼。啊，这就是画家咧画吼挪亚的大船，这个大船是一个拯救的意思啦吼。好，出来及第14章，咱讲过红海的代志，当然这无船啊，吼，但是咱有看见讲上帝用风、雨水来分开，吼，这咧形容上帝的溃烂，吼，上帝的溃烂，吼，这就是因咧过红海的这个情形，吼。过来，约书亚记第3章咧讲到以色列人来搬过即个约旦河，啊，迄个时阵，祭司的骹踏落去约旦河的时阵，水就开去啊，就大地落出来，吼。这嘛是咧讲上帝溃烂，上帝的同在，吼，上帝的同在。路加福音第8章22节到25节，伊讲忽然间有一阵大风扫落来湖内底，船雨水淹甲用要满起来。路加福音讲到这个加利利海的大风，甲约纳所拄着，是讲保罗所拄着地中海这个大风，发生的情形是无啥共款啊。伫加利利海基本上是一个真悬的山，然后有迄种悬度的落差，所以咱咧咱咧讲叫暴头风，中文叫做落山风啦吼。咱屏东恒春遐有一个吼，迄个风真大，而且是忽然间就走来吼，即个，所以伫遐因嘛是讲惊到要害吼，即个耶稣伫遐咧困吼，但是咱会记，即个时阵耶稣咧困，甲约纳伫船舱内底咧困，情形是完全无共款的吼。马太福音14章22节到33节咧讲着耶稣行伫水面上，这拢咧形容上帝的溃烂，吼，上帝的溃烂，上帝会当赢过即个大自然，吼，即个经文拄则咱有讲着吼，使徒行传27章即个所在，保罗受压要去罗马的时阵，迄个船受到大风搬去。因伫迄个时阵嘛是拢甲迄个行李拢担落来吼，共款，无效的时阵，伊就只有赶紧来游去伫迄个岸顶吼。即个克里特岛吼，伫即个所在，克里特岛伫即个上下骹遮吼，上下骹遮，伊嘛是共款对犹太地遮要起来，因是要去即个意大利伫遮，要去意大利，因爱经过即个岛吼，即个岛。伊的风对倒来呢？伊的风是对即边遮来，对即个遮，吼，嘛对遮扫来，即拢是北边的风，遮的风佫较大，吼，遮的风佫较大，这是伫保罗所拄着吼，所拄着遮的吼，咱就知影讲，因伫即个所在所拄着遮的困难啦吼，困难伫即个所在吼。保罗所拄着的代志吼，去互即个风扯甲船要破去吼，去互人迫害，所以即个被动是啥？是上帝溃烂造成的，吼，遮所要表达是上帝溃烂吼，咱会记伫即个约拿书第1章，拢咧讲着上帝的宽平迄个能力，互船用要沉落去，就是上帝咧阻挡伊啦吼。即个船呢，你若伫挪亚的大船是咧讲着上帝的保守，伫即个所在应该是讲
用那感觉是用家己诶方式，要保存伊家己来离开上帝。但是即个船若无伫上帝旨意内底，伊就袂通做啥物货。这是真清楚咧表达伫即个所在所咧甲你讲诶因就拢甲迄个物件弹落来啦，佫尾仔用那讲无你甲我弹落去安尼啦所以毋是用家己诶方法就会当赢过咱来看即个船员真惊，即个船员是啥物人？好若亲像耶稣诶门徒，因迄内底有几若个是掠鱼诶。当迄个报头风发生诶时阵，落甲好阴第八章，伊嘛是惊到要害，耶稣讲迄落要死啊，先生啊，你还搁咧困耶稣才起来即个阻止风甲鹰。即个中间拢咧表达上帝迄个权柄上帝迄个权柄，借着风鹰来阻挡约纳继续离开迄一个代志专业诶遮诶船员伊嘛是会惊所以意思讲，迄个风真正是足大，迄个风来了真紧，也佫真大伫遐强调上帝迄个权柄，上帝诶权柄赢过啥物货？赢过大自然，伫遮所表达诶，上帝诶权柄赢过啥物？其他诶生命上帝诶权柄赢过一切，上帝阻挡约纳用家己诶方式来离开上帝诶权柄不但是伫迦南地耶路撒冷即个所在，嘛伫海面上，这是伫即个所在即个约纳所体会到咱看起伫迄个经文诶记载，逐个人去哀求家己诶性命咱会通知影讲，船顶其他所有诶人，足有可能拢是外邦人你来看真趣味上帝叫伊去传悔改诶信息互外邦尼微城，结果伊无爱，伊就离开去坐船甲啥物人做伙？甲外邦人做伙，这真有意思伫遮因伫遐哀求嘛有甲头前咧讲诶迄个喊话迄个意思cry 诶意思伫迄个所在因家己诶生命就代表讲因所即个信诶是别种诶生命偶像。当然即个部分咱会当来做两部分诶了解。第一个讲因无共款诶信仰，所以因伫遐因家己诶神来祈祷，望会当得到平安。另外一个就是讲，咱看见即个大多数诶人，因甲他死才会城嘛是共款，大多数拢无认捌上帝，就是讲要去西班牙遮共款，甲尼尼微城嘛拢共款马太福音14章29节到30节讲，耶稣讲来，彼得就对船顶落来，行伫水面替耶稣遐。彼得一个看到风影，就大惊，煞要沉落去，大声喊：主啊，救咧！好，咱注意看，彼得伊的目睭所看是看到风影，伊一落船行伫水面上的时阵，伊并无看耶稣，伊看风影这是伫这个所在。但是咱会看讲耶稣行伫水面，伊的权柄拄则咱讲到落到第八章24节即个所在当因拄着真困难的时阵请门徒就讲老师啊，老师要无命请你起来拄则即个咧，彼得虽然无信心，但是伊会晓喊主啊即个互咱知影，就是求救家己的上帝伫即个所在，但是足趣味的，就是讲有人无要祈求啦好，当因祈求了后，因却将即个船内所有的货物来ฮ็落伫海。这互咱知影一项代志，除了约纳以外，差不多应该照圣经的记载，是所有的人拢跪落来求家己的性命，有效无？因为无效，所以因就要做即个动作照圣经的次序来看因伫祈祷了后，开始ฮ็遮的货物落海是安那？因为祈祷无效因祈祷家己的性命，所以因伫遐求的时阵，无产生效果。
风影无平落来。啊，为什么无平落来？因为头前甲咱讲啊，迄个大风是上帝所差遣的，上帝就差大风，所以上帝本身伫遐甲主动，其他的神明无法度解决这样代志。这个表达另外一个，咱拄则有讲着，上帝是万神的神啦，吼，万主的主啦，吼。啊，你看这风影大甲这个火贵船的物件都落去啦，吼。嘿，啊，咱看这个因要甲这个用那弹落来进前，有足侪物件伊拢弹掉去啊，吼。嘿，啊，这个就是因当初是迄个情形啦，吼。不过有一个人真趣味，伊就去船岛底倒地，困甲真落眠。我真怀疑伊到底是真正困甲真落眠，还是假啦吼。啊，毋知影，咱毋知影圣经无讲吼，但是伊计先做有信心啦吼。迄像咱若总用路加福音第8章去比较，耶稣嘛伫遐困啊，伊毋惊风影啊，吼。啊，约拿吼，其实伊毋是毋惊，其实伊是知影即项代志是上帝在甲主动吼。甲后礼拜咱会去讲着即个部分啦吼。好，新约中间咱看讲，船伫行时，耶稣困去吼。耶稣是困去，但是耶稣毋是真正无烦恼啊。这个约拿甲耶稣无共款，约拿是咧逃闪上帝。好，约拿是啥物时阵落去船底咧困？咱注意迄个时间点哦吼。当逐个人吼，当逐个人拢咧祈求家己诶生命诶时阵，毋久约拿已经落去船岛底倒地，困甲真落眠。约拿有2项代志无做，第一，伊无祈祷；第二，当逐个咧救即个船咧献物件诶时阵，伊无甲逐个同工吼。所以伊用相反诶方向，你注意来看，上帝要叫伊去即边，伊就是安尼。船长讲逐个拢爱祈祷，伊就偏偏啊无爱跑落去，吼。伊掠做已经无问题啊，吼。伊感觉讲啊，我着安尼就好啊，拢无代志吼。所以逐个人拢爱无用诶时阵，伊却一个人甲人无共款，伫遐困甲真落眠。另外一个因素吼，这是牧师摇诶啦吼，啊嘛足有可能诶吼。如果伊若祈祷吼，上帝就知影伊伫倒位啊吼，是毋是安尼？吼，足有可能啦吼。所以伊伫遐就定工无爱祈祷，吼，假做咧困。啊，我着困去也毋知影即个代志安尼吼。吼啊，所以伊无爱互上帝知影伊伫倒位。即个船长来看着伊，就叫伊起来，叫伊来祈祷。迄其实尾啊，若佫继续看，你有看约拿其实无起来祈祷啦吼，伫遐甲船长有伫遐对话安尼吼。所以船长真有可能认为讲伊是一个无合作诶人吼，无注意别人诶死活无要祈迄落祈祷家己诶上帝，可能嘛感觉讲即个可能嘛无神论诶吼。伫即个所在吼，所以即个船长就命令伊啦，就咱讲是用真紧急诶时咧讲诶话，迄个口气起来吼。这是一个祈使句啦吼，嘛去求叫你诶神明，你诶上帝，叫伊着爱祈祷啦吼。啊，我感觉这嘛是一个真重要诶提醒呢吼。如果咱一个基督徒去互一个非基督徒讲，嘿，你若无祈祷。安尼感觉足歹势啦吼。约拿就是安尼，约拿佫是上帝诶先知呢，吼。所以伫即个所在，咱会看着讲约拿为着要逃闪上帝，伊真正做足侪毋对诶代志吼。所以咱会当讲头前因遮人做诶无论求家己诶性命还是物件等落去拢无效。所以尾剩诶一个愿望伫倒位？就是约拿，因为伊啥物事拢无做嘛，吼。上届无还佫剩伊无你试看觅影安尼啦。所以真受气，真紧急，也爱伊安尼做。船长讲迄句话真趣味，伊讲检采上帝会因为约拿诶求救，互即只船免得沉落去。
船长的头壳底知影，这是一个更较大的气力伫遐咧做，所有的人的性命求拢无效，因所做的其他代志也拢无效，一定有一个上帝伫咧后壁，这是头壳底咧想的物件，所以因拢无法度啊，逐个嘛拢祈祷啊，物件也拢等了了啊，已经无法度，所以无法度就讲用哪，干若你也无做，你较紧来做，检测有效啦检测伊会固守咱伫即个文字的中间来表达讲，因已经无法度啊，因已经无奈啊也是讲真侪时阵嘛是安尼嘛咱真侪迄个第一代信徒来信耶稣基督是因为破病无法度啊，无来祈祷看觅啊，有即种诶心态即种这当然通常嘛是咱传福音诶一个机会啦好借着今仔日的经文咱要来做一寡思考，但是伫遮牧师要提醒就是讲，咱通常咧读圣经诶时阵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讲咱咧反省遮个问题诶时阵，咱拢用家己诶角度来去思考较莫变做讲咱拢咧想别人。我定定捌听着迄个一寡会友讲牧师你讲诶今仔足好诶若啥物人来听毋知要偌好诶。咱真侪时阵听道理拢替别人听，咱听道理读圣经爱为着家己来听来读用安尼做提醒咱伫教会内底有可能咱是诚做一个任职诶，也是讲一般诶基督徒，咱嘛有可能领受上帝诶呼召，咱要安怎回应？用什么款诶态度来回应上帝诶呼召？这是对今仔日用那诶故事中间咱来思考诶所以想看觅讲圣经诶记载故事中间有倒一寡人受到上帝诶调命来逃走诶，这才是提示诶也是讲有一寡人是马上决志对主来行，比如福音书中间耶稣咧招学生，有诶人真正安尼做咱到底要做倒一个如果用那调兵看做一种社会服务诶事工，针对迷信诶人，甲咱无共款诶人，亲像咱教会有咧做遮一寡社区诶工作，做莫营、少年大学等等遮诶咱思考用那所拒绝诶原因是啥？是毋是咱即个世代换有可能有即种诶思考，还是讲咱要安怎来面对即个伫咱诶生命中间，咱所体会上帝是安怎诶上帝啦？用咱所思考诶上帝是一个受限制诶上帝，咱注意看上帝叫伊去东北边去尼尼微城，伊调工落南坐船行水路，所以伊感觉讲，我若逃走，上帝就找袂着这是伊诶心底诶想法伫咱诶心底是毋是咱有深信讲上帝是全能诶，佫有权柄诶圣经安怎甲咱教示啦大风涌代表啥物货？特别是伫咱即摆即个现代，咱所拄着一寡困难武汉肺炎诶疫情，这嘛是一个大风涌咱要安怎来思考啦故事诶中间用咱行动是甲主安怎？相甲行，还是啥？咱家己来思考来听还是讲船长伫无法度诶时阵，叫逐个用咱上帝求救，信仰上这是一种祈祷，嘛是甲上帝安怎来连结啦上帝真奇妙当用咱选择行另外一个方向诶时阵，上帝借着风涌要互伊知，想起来咱甲上帝关系，伊甲上帝关系，但是用咱嘛是迷起来什么人叫伊重新甲上帝建立关系？一个无信上帝诶人咱感觉这是一个真趣味诶提醒咱敢有即种诶经验对今仔日诶经文中间，咱有学着啥物款诶功课好，以上来，咱有啥物款要回应诶无？
来。我想这图片吼，每一个人拢加减拢有啦，有时是真明，啊有时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提示吼。所以这可能较无上帝较无爱。安怎来体会上帝爱咱顺服？我想是安尼啦，是讲咱真侪时阵伫教会诶生活，咱较被动啦吼，较被动。当然过去咱会感觉讲东方甲西方拢无共款，特别咱东方人、咱台湾人拢较避俗、较克俗较被动安尼吼。但是无拄拄吼，其实伫别人教会内底嘛有真侪服侍顶悬，嘛需要人鼓励啦吼。如果咱会当，亲像拄则连婷拄所咧讲诶吼，我也想着讲，我听着真侪教会，若中职要选举诶时阵吼，体诶人比愿意接纳诶人较济啦，吼。我想伫用咱诶故事顶悬，会当提醒咱啦吼。咱真困难了解讲上帝到底真正诶旨意到底是啥物货，但是当咱有机会，去服侍诶时阵，咱就会当去做。咱到第三章诶时阵，咱就会当知影，其实用咱种毋甘愿，但是伊去做去做了吼，都有功效。你慢慢伫咱诶服侍学习诶中间，其实咱嘛是安尼。伫咱甲上帝行斗阵诶时阵，就会明白上帝诶意思是啥物。当咱愿意互上帝甲咱操练诶时阵，咱会加添上帝互咱诶恩赐。我感连婷拄则提即个问题，我感觉会当伫咱教会即个服侍顶悬来做一寡反省思考诶。够无？逐个拢真客气。咱若有问题会当欢迎吼，咱随时甲我问啦吼，要用 Line 还是呃写还是敲电话拢无要紧吼，随时牧师会想办法来替咱解答咱诶疑问安尼啦吼。会尽量学习啦，讲伫即个灵性成长诶中间，咱会当有一寡对话吼，安尼咱会当搁较好吼，较莫安尼填鸭子式诶即个讲啦吼，这是我诶期待啦。好，若无咱请文福长老带咱祈祷来结束。同心来感谢，阮迄主笔听堂诶弟兄弟，阮感谢你，你互阮有即个真正好诶机会，通过牧师准备真好诶材料，伫中间来对阮诶教导，互阮对用老师中间看到主你诶听。虽然阮还未看到迄个所在，总是牧师顶礼拜已经甲阮讲，这是伫咧以斯拉诶时代，尼米诶时代所即个当一个人要求爱这个神圣化的时阵，然后将家己就当作是唯一的选民的身份，认为应该是家己才是上帝的选民，无看到上帝你是遐尔啊疼所有的世间人。主啊，恳求你也帮助阮，互阮无成做一个骄傲的基督徒，互阮会当知，阮会分享主你互阮的这个福分。伫阮的智慧中间，亲像伯拉罕所领受到的，要互认捌主的人，甲认捌伊的人，因为伊因为伯拉罕来得福气。主啊，
在阮周围的人会当因为安尼来继续福气，做阮伫即个肺炎、武汉肺炎威胁的中间，也有侪阮的兄弟、阮的肢体，因为安尼来离开世间，也是来着病，主要恳求你当医治甲安慰，有时每一个人阮教会每一项的圣工拢有注意看顾继续保守带领阮头前的路站，让阮伫你骹献上阮的祈祷、恳求甲感谢，靠主耶稣的名，阿免。阿免。好，谢谢大家。好，多谢牧师，多谢牧师。谢谢牧师。